齊㗎，齊㗎，又凍又甜。咗兩個環節，包括係24式太極拳同埋正式太極拳嘅。太極拳原理係由太極嘅動靜分兩儀分八卦，陰陽開合嘅變化嚟到要求動中求靜，靜中求動。吳派正式太極拳嘅特點係步法虛實。整勁柔和緊湊，鬆靜自然，輕靈圓活，以及係規矩嚴嚴。全套功架由始至終一氣貫通。而楊式太極拳嘅特點係自然柔和，舒展優美。練拳嘅時候咧，係要着意不着力，體現鬆穩慢及均勻嘅運動特色。既可養生又可避激，係一種不可多得嘅拳術。
極劍同埋太極刀，有請。哇！咁排咁大個排場啊！呢個表演係有3個，包括係鄭式太極劍、32式太極劍同埋太極刀。吳式太極劍咧，內藏冚料波刺、抽提橫倒等8法，動作冚料波刺，綿密貫穿，一抽一擊，一揮一送。形隨變動，如鏈如環，報達四方，妙曼奇巧，身劍合一，如神龍矯冶，若飛鳳翱翔。特點係步法虛實，整勁柔和緊湊，鬆靜自然，輕靈圓滿，規矩連綿。全套功架由始至終一氣貫通。楊式太極劍係與太極拳一樣，對心靜體鬆、神態自然，以意運身，要求立身中正安舒，邁步如貓行，運動如抽絲，浮雲行空，細水微流。動作連綿柔緩，節奏平穩，運轉圓滿，寓動於靜，內藏抽提冚料、帶劈架刺捧燈，造型優美，瀟灑飄逸，速法相間，虛實分明，身劍合一，如矯若游龍，飛鳳翱翔。鄭式太極刀演練嘅時間行羅閃展，刀前腰法步移生換，一進一退，一劈一削，手刀相結，盤旋起伏，若長虹驚天，如流風盤旋。刀法中入劈、刺、探角、提撩、尋理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有請群力太極拳演藝社為我哋表演盤式鄭家太極拳，有請各位。